大家好，我係 P.S.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尋晚美股盤前Sophie 呢間 FinTech 公司就出咗佢哋25年第三季度嘅財報啦，數字真係非常靚仔。無論營收定 EPS 每股盈餘都係超越市場預期。佢一貫嘅風格就係打爆預測。基於我本身之前已經做緊 sell put 喺 Sophie 身上，尋日盤中我都再加咗倉。大約2個月前我做過一個 Sophie 嘅深度分析啦。如果你未認識呢間公司可以翻去睇翻我之前條片。Sophie 本身嘅企業願景就係建立一個一站式嘅金融服務平台，即係 One Stop Shop for Financial Services。意思就係你由細到大，成年到退休，咩儲蓄、消費、投資，甚至你要借錢用信用卡或者學生貸款喺 Sophie 度一應俱全。今次電話會議上面 CEO 仲提過，公司未來會進軍新業務，好似區塊鏈為基礎嘅全球支付 Sophie Pay， 或者可以買賣加密貨幣等，公司越嚟越全面。直接分享下今次財報重要數字嘅營收方面報咗949，較預期多55。 EPS 每股盈餘做咗 0.11， 預期淨係 0.09， 多咗 0.02。 講到 Sophie 近幾季每次都係超標完成嘅，成績真係唔錯。例如過去4季 EPS 每次都打爆預測，有時甚至大幅拋離。我諗最大亮點之一就係 Sophie 會員增長速度。25年3季度總會員已經接近1300萬人，年增長有 35%。過去幾年平均年複合增長率 CAGR 有 50%。 平台型公司會員多就有護城河嘅，因為喺 Sophie 度交叉消費，例如你本身用緊1-2個產品，好容易會再買多幾個金融產品。咁順帶一提佢哋總會員增長帶動埋佢哋個產品數量增長啊。好似25年3季度整體嘅產品增長都係 36%。公司有咗接近1300萬用戶推出新 service 其實會容易咗成個 level 嘅。我整咗張圖俾大家望得清楚。 Sophie 3大業務：借貸、金融服務、科技平台。今季借貸同金融服務都見到唔錯嘅增長，但科技平台現階段收入未有上升。至於利潤率借貸 54% 啦，金融服務都升翻嚟 54%。整體嚟講盈利狀況係幾健康啊。收入方面分開睇 fee base 同 non-fee base。fee base revenue 主要係你將借貸需求讓俾其他機構，收手續費、推介費等，比較輕資產高回報。今季公司嘅 fee base revenue 同比升咗 50%。依家借貸業務依然係 Sophie 最大嘅板塊啦。25年3季度借貸業務貢獻咗34億美金，比上一季多咗9億啊。咁如果睇分佈啦，借貸業務有 22% 收入嚟自 fee base， 金融服務就有 51%， 科技平台高達 77%， 加埋總 fee base revenue佔公司總營收大約 40%， 每年持續提升。有啲嘅投資者可能擔心嘅 FinTech 公司嘅借貸風險，特別係美國近排 D 中小銀行出事， Sophie 點解比較穩陣呢？咁睇埋核銷率 Net Charge-off， 無論學生貸款定個人貸款，25年3季度都見到核銷率持續下降，反映風險受控。咁至於 Cumulative Net Losses， 近幾年都比舊年低，說明批貸管理 OK。 講下資金來源。25年3季度 Sophie 有 92% 嘅資金來自個人存款，得 8% 係其他渠道。因為 Sophie 2022年攞咗銀行執照，可以好似一般銀行咁吸存款，咁總存款已經去到330億美金啦。公司用存款做借貸，靠住 Net Interest Margin 去賺錢。3季度有 5.84%， 即係吸100萬存款可以賺成58,000幾蚊回報。CEO 特登提過大部分存款都係打工仔自己由傳統銀行轉過嚟㗎，所以其實 Sophie 一站式金融平台打法對傳統中小銀行絕對有競爭力。最後講下盈利能力同估值。公司近年 EBITDA 同調整之後，淨利潤都持續升。EPS 由2023年轉正之後更加升得勁。咁2024全年嘅 EPS 為 0.15。公司而家指引話2025年全年會去到 0.37 嘅。
我自己計個估值啊，用咗公司最新嘅指引同埋預估 EPS 啊，25年第三季度 Sophie 淨利潤率做咗14%，之前預期可能2025年可以去到20%，但係睇而家情況可能要調低落去15%。就算保守計啊 ，EPS 都仲睇好啊，現價31左右，如果用30倍 PE，其實已經對應2028年，但係比高啲50倍 PE 就大約明年下半年咁。大家如果中意我今日分享，記得俾 like、subscribe， 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